主来祈祷，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祈祷内面，伫今仔日的敬拜内面，甲主搁较深、较深的相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为阮设立安息日，互阮会当伫一礼拜的工课了后，会当三甲主日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阮特别感谢你用祈祷这款的恩典，互阮会当进入你的内面。主，恳求你帮助阮伫短短一段祈祷的时间内面，你的灵来充满阮。你的平安来充满阮，你的喜乐来充满阮，互阮伫祈祷内面，哪祈祷哪有快乐，哪祈祷心哪开阔。阮将今仔日的祈祷会，将阮下面的敬拜，拢仰望伫你的手。阮咱的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咱做伙来看诗篇103篇，咱做伙来念。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既然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是咱进入感恩节的节期，每一天拢是值得感恩的。所以咱这个经节甲咱讲，咱爱伫咱的内面常常来学乐咱的主。常常感恩，你若有感恩的心，你的心就会开阔，你就会喜乐。咱特别，咱诚做上帝囝儿，咱来常常学乐主的名。所以我邀请咱大家开嘴，用你知影主水的名来学乐伊。好，咱做伙开嘴来学乐伊的名。哈利路亚，主感谢你，你是堪得学乐的主，你的名奇妙无比，你是阮的大君王。你是阮的帮助者，主你是阮的牧者，主阮要倚靠你，是主耶稣，你是恩典的主，你是拯救阮的主，阮伫你的内面得到帮助。哈利路亚，感谢你，感谢你，阮要学乐你无煞，因为你的名奇妙可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阮的名，你的名要帮助阮得到救。哈利路亚，你的名要互阮得到个精神的快乐。感谢主，感谢主，阿门。所以，请咱做伙来伫主的面前来认罪，常常甲主认罪非常重要。咱常常会得失人，常常无小心讲话去伤害着别人，常常有隐捌的罪，咱毋知影。所以，咱伫主的面前来认罪，求主签名，互咱知影咱所犯的罪，咱毋知求主来光照咱，咱做伙伫主的面前来认罪。是主耶稣，主耶稣，你赦免人的罪。主啊，主啊，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来帮助阮，帮助阮，互阮诚做你所欢喜的囝儿。赦免阮所犯的罪，阮知影的、毋知的罪，拢摆在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阮，恳求你来帮助阮，帮助阮。做伙参加来唱这条诗歌，好顶恩典。感谢主听咱赦免咱的罪，诚做咱每一天的帮赞，咱来学乐伊的名。愿知心的心，皇后的你面前，开我心吧。
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甲18，这段经文嘛是牧师今仔讲到一段要来启示咱的经文吼。咱做伙来念16节，着常常欢喜，着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咱有常常欢喜无？有当时啊无欢喜嘛袂要紧啦吼，因为上帝赐咱有情绪，所以有当时啊无欢喜袂要紧哦。但是咱若无欢喜的时阵，爱安怎？我靠主得到喜乐。咱讲一摆，我靠主得到喜乐。咱敢有常常祈祷无煞？有吼，有当时我嘛袂记得祈祷吼但是上帝这是伊的命令哦，伊甲咱讲，咱爱安怎？常常祈祷。因为华语也是讲常常祷告，咱的台语讲祈祷无煞，所以祈祷无煞爱安怎？凡事交托。所以兄弟姊妹爱凡事交托咱的上帝。第三讲凡事感谢，凡事感谢最重要的。拄则我有讲咱凡事感谢，咱有喜乐的心；凡事感谢，咱的灵就得到平安。特别伫这个感恩节节期，咱来凡事感谢，感谢上帝赏赐逐项予咱。所以咱爱常常爱有感恩的心，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所以兄弟姊妹，咱互相学习，咱伫感恩节时阵，咱主献上感恩，咱做伙来开嘴，主献上感恩。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感谢你。阮感谢你赏赐阮一切，感谢你赏赐阮温暖的家庭，感谢你赏赐阮的性命，感谢你拣选阮，阮会当认捌你，这一切恩典，阮搁一摆献上感恩，哈利路亚，献上感恩。为着咱的工课，为着咱家己的经济、家庭、健康、人际关系，搁咱的信心、困境甲重担来献上祈祷。好，请咱开嘴来为家己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你是阮的上帝，你是阮的帮助者。主啊，我要将阮家己的工课、经济、家庭、健康、阮的人际关系、阮失落的信心，是困境、重担，拢仰望伫你的手。你是听阮祈祷的主，恳求你听阮的祈祷，帮助每一个人伫祈祷内面。搁较深，互主来坚固。哈利路亚，主啊，主啊，帮助阮，互每一个祈祷，拢成做一个祝福。哈利路亚。是第三项，咱要来为着咱教会中软弱的肢体来祈祷。你嘛当掀开周报内底的名单，为着苦难、心神软弱、信心失落的哀伤的家庭，也是经济困难的兄弟姊妹，咱拢献上为因献上祈祷。是主耶稣，我们将阮的兄弟姊妹，搁一摆仰望伫你的手，愿你的圣手来扶持因、安慰因，特别伫苦难内面的兄弟姊妹，心神软弱的、信心失落的，伫哀伤中的家庭，愿啊伫遮纪念3日节的家庭，愿你将安慰手赐伫因的家庭内面，扶持因伫哀伤中得到主帮助。主啊，我为着经济困难的兄弟姊妹献上祈祷，愿主先保守。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下一段祈祷，咱同心继续来为着咱台南登革热的疫情来祈祷，求主帮助，咱较侪祈祷，伫主的面前，求主来掌管人民伫台湾这个土地，或者疫情会当早日得到控制，嘛为着世界的平安祈祷。求主掌管伫这个以巴战争，看各地战争内面的百姓，因流离失所，求主怜悯因。咱袂当做啥物，咱会当用祈祷来帮助因。求主伸伊的手来扶持这所需要的，阮做伙祈祷。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主啊，我们恳求你，伫这个登革热疫情内面，求主掌管，求主保守阮所徛起的土地。阮搁一摆会当重新倒伫迄个平安的环境内面，主你是掌管一切的主，恳求你掌管伫这个疫情，互阮的政府官员有一个好的带领，互这个登革热会早日
健康为因来祈祷，为咱的牧区首长、团队小组长，为着因的健康，为着因的服侍，各咱牧区团队小组拢要互上帝使用。求主祝福咱的富强教会，互咱的教会真侪荣耀主的名，传福音的教会。咱为这四项来祈祷，做伙开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赐困由你，感谢你拣选3位牧者伫阮的教会内面来服侍阮。主啊，因是你的仆人，离困求你，时常甲因三角伫地，互因常常领受伫主内的活水。主啊，互因有属灵的智慧来带领幼群。主啊，主我嘛恳求你赐福阮的教会每一个团队，让主带领。主啊，你请做阮的牧者伫头前来引带阮。伫阮的教会要进入50年周年的时阵，阮搁较济听候主，搁较济甲主同行，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荣耀主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阮祈祷感恩，拢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最后一段的祈祷，咱为着今仔日的聚会来祈祷，咱为着谢牧师今仔日的讲道，为着咱的会友敬虔的心，为咱的团队合一的服侍。有咱的敬拜团、影音圣歌队、关怀、雨伞交通、招待各样，我无写伫内面的，你知影祈祷，拢为因祈祷，为着咱对面的主日学老师、学生来祈祷，为咱家己备办心，甲主三拄，咱做伙开嘴。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搁一摆将牧师拥抱伫你的手，求主赐了，搁伫阮的牧师内面，互阮的牧师所讲的，拢会当得到。阮有生命会得到较侪提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阮的备办心伫你的面前来领受新的祝福，哈利路亚！请咱起立，做伙来用这首诗歌，过来敬拜咱的主。也就是苗。
主是咱的主，是帮助咱的主。当对着攻击的时、患难的时，咱来倚靠咱的主。特别伫感恩节的时阵，伫这个节期，搁较济祈祷感恩伫主的面前，咱做伙用耶稣掌权来学乐咱的主，往主求，往主得到快乐。大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权；地震攻击的时阵，耶稣掌权。无患难，只要专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伊万事拢掌权。大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权。地震攻击的时阵，耶稣掌权。无患难，只要专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伊万事拢掌权。哈利路亚！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乐乐把感谢，也只为一人。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掌权，你为一人，耶稣已掌权。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乐乐把感谢，也只为一人。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掌权，你为一人，耶稣已掌权。大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权；地震攻击的时阵，耶稣掌权。无患难，只要专心来相信，耶稣掌权，伊万事拢掌权。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乐乐把感谢，也只为一人。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掌权，你为一人，耶稣已掌权。你掌权，你为一人，耶稣已掌权。你掌权，你为一人，耶稣已掌权。哈利路亚，阿门。请咱来唱圣诗、新圣诗308首。我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圣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听。
啊，我要学了，主要发你至大至尊至圣的名。阮三甲屯伫遮，是为着要来敬拜你，学了你，以及领受你美好恩典甲祝福。主啊，阮实在是你所创造，若无你，阮就一切拢归你空空。所以伫这清早的时，阮要同心自责，愿圣神启示每一位开启阮的心，明白你的教示，也知影你是恩典的源头，至圣、至尊、至大，你的疼喜乐到万代。父上帝，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你拢恩典满满伫阮的中间。愿阮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荣耀归伫你，众人拢领受这个美好的祝福甲恩典。伫你面前，愿你施恩伫阮众大家，无论是来伫现场，还是伫厝内，或者是伫线顶所有的兄弟，愿你的平安拢甲因同在。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永远徛底，咱要用今仔日要用新的界面来领受上帝美好的教示。咱做伙齐声，做伙来念：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专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你人要对安尼知，你人三听，你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感谢主，大家请坐。即条咱做来看启恩文，启恩文第43篇。伫迄日，你会讲，虽然你有对我受气，看啊，上帝是我的拯救者。主上帝是我的快乐，我要唱歌称赞。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恁会对救恩的水泉欢喜像水。伫迄日，恁会讲。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报扬。恁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赫。住伫锡安的人啊，着欢呼唱歌。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是阮的主，阮是你卑微的儿女。谦卑倾心来到伫你面前，我们献上阮的感谢。伫11月份感恩节的节期，感谢主，你赏赐恩典予阮，也用仁慈施恩款待阮。感谢主创造阮、保守阮，将大项的福气来赏赐予阮。亲爱的主耶稣，阮若要将阮一生的主权搁一遍交代伫你的手中。阮毋单是要用喙来学到你，阮也要用阮的性命来显出你水的美德，活出基督的疼，互阮有信心、有愿望，互阮的一生明白主你的真理。主讲，祈求的就要得到，找求的就要互阮找见，拍门的就要互阮开门，就要甲因开门。求主赦免阮。
离开一切的试探。主啊，你的应允实在真实信实，遵行主道路的，听叹主的，的确要赢过拢总多的试探。主啊，阮一生要对主你的脚业来行。感谢上帝的带领，富强教会要来伫2年半的时间，要来迎接咱设教的50周年。主，阮知阮所做的也无够，也毋够，无够。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有教业的气力甲智慧，来推动教会逐项的事工。带领较侪人来到教会当中，我也特别为着牧师50周年的筹备委员会、中级牧区侍奉的团队献上祈祷，求上帝你赐落智慧、各样的恩赐，阮有一个合一的灵，伫教会当中，互阮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躯，成做上帝的好管家。主，阮因为阮知，阮若毋单是要起造教会，阮较重要是要拯救失丧的灵魂。主啊，第6期的幸福小组陆续来结束，阮阁一遍向阮所有参加的8十道甲新朋友，阁来仰望上帝交托伫主你的面前。主你亲自同工。圣神来引带因，主啊，我要一遍来宣告，幸福小组毋若是夜政治的小组，更加是要一个受割的小组。主啊，阮福音的兴旺，要搁一遍伫阮富强教会，成做阮每一个人的使命，来荣耀上帝主你的名。收听祈祷，主上帝，求你即时保守阮，帮助阮。伫阮要来的要来的这个礼拜，无论伫阮的工作、阮的生活、阮每一个人的家庭、健康，伫阮出入的过程平安，拢有上帝你的眷顾。主啊，阮也求你帮助心灵拄着软弱、身体拄着病痛的，求上帝你加添因信心甲仰望。伫病痛中的兄弟姊妹，互因有用喜乐、感恩来承受你的医治，早日来恢复健康。主啊，咱阮将今仔日夏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主啊，你的圣神要甲伊同在，互讲的甲听的拢要大大来领受祝福。主，你的话语真做阮的帮衬，真做阮的气力。主啊，我若将阮今日2顿的礼拜对头到尾，恭敬摆咧伫主你的面前，圣神的大帮衬充满伫阮的会堂当中，互每一个兄弟姊妹领受大大的恩典甲祝福。我若将一切荣耀、恶乐拢归互你。阮安尼恳求、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免。接着咱讲授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有2位，第一位圣经记载是诗篇第50篇14节到15节到23节。第二位的圣经是伫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着用感谢做祭，献予上帝。着对至关者的谢愿，伫患难的日子，你着求救我，我要救你，你嘛着尊重我。所有用感谢献祭的人，是咧尊重我。
行正路的人，我要互伊得到上帝的拯救。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无论什么境遇，拢着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爱恁遮个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愿上帝祝福听趁伊话的人。即条咱请圣乐队来学乐。今日牧师所要讲的信息是感恩做祭，丰盛应允。感谢主，做伙用普话声来学乐咱的主。感谢主，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伫即个天气变化中间，大家拢有得到主的保守吼。咱即两天较凉来吼，开始穿长裤、搭外套，感觉讲小可较有像秋天、冬天的感觉吼。伫即个东北吼，迄个海河边的所在。安尼无缘无故，突然间落大雪，大家惊一条安尼，天气实在是拢足袂稳定，特别求主保守吼，咱
温差吼，咱在南部差10度，差10度，吼，日时啊30度，啊暝时阵20度，啊，请大家保重吼，保重咱的身体，特别咱心血管啦吼，咱定听到医生咧甲咱提醒，特别年岁较大的兄弟吼，啊，保暖足重要吼。啊，愿主保守，互咱进入冬天，大家人心灵拢平安健康。咱要分享主的话，来先咱来感谢。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阮进入到秋冬的季节，虽然天气渐渐寒冷，总是阮要伫主的内面享受主你所带来的烧热、温暖甲疼痛。父上帝，愿你通过你的话，互阮大家人领受到启示，知影阮伫一生的中间。主你的疼甲阮伫地，阮就一切拢无欠。感谢你，愿主你带领，互阮通过你的话，大家彼此拢得到造就。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所读的第一段经文是诗篇50篇的14节、15节、20节，其中上重要的主题叫做“你着用感谢做祭，你着用感谢做祭来献给上帝”。这是这段诗篇上要紧的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帖撒罗尼迦第5前书5章，甲咱搁一遍提醒，讲不时欢喜，继续祈祷。伫什么境遇拢着感谢。当时圣经强调感谢是咱敬拜上帝这个要紧的部分。这就爱互咱兄弟姊妹在咱生命甲生活的中间，这是就是一个操练啦吼。毋是自然会发生哦，是你伫信仰上要安怎操练这个感恩做祭安尼。所以，若是照这两位的经节来看，咱知影讲用感恩敬拜、奉献做祭，是上帝欢喜意爱，甚至是命令。咱来看这段经文，互咱什么款的启示？头一个诗篇的教导内底有讲起了。讲爱用感谢做祭献给上帝，而且爱用至关的行所下的愿吼下愿。兄弟姊妹，咱用感谢做祭，意思是讲，毋是经咱有领受、有得到、有丰收才感谢呢。伊讲你就是爱用感谢做祭。你无论人生拄着什么款的坎坷，你到主的面前用感谢做祭，这是至关的献祭。什么叫做祭？意思是讲用敬拜的心，用感谢做敬拜呢？毋是一个简单的事，是你对心底摆列出你的感恩，而且讲用至关的行所下的愿安尼。若是我对这段经文的了解吼，行愿，咱基督徒吼有啦，有时甲上帝祈祷，上帝求你应允，求你保守，求你带领，真侪兄弟足。甘心讲是主你听我，我伫到感恩节，也是讲到伫一个年节的时阵，也是我的家庭拄着什么款的喜庆，所以我爱用感恩来献给上帝。但是这个包含一项，就是无一定你什么项是甲上帝讨的，你无甲上帝下愿啊，但是上帝予你啊，这嘛是行愿的一种。意思是我照。主的教示，我照上帝应允，行伫这条恩典的道路。当我回头看，真多的恩典是我家己毋捌想到的，我无伫遐预料到我会得到的。这较毋是搁较需要行迄个愿吗？毋是一个对价关系，讲我有甲主讨，我才要行。是咱若用感谢做祭，你就是咧行愿。所以基督徒一种信仰的一个高峰，就是用这个真做咱的敬拜。敬拜就毋是一个普通讲一个喙头的话，是你全心全灵、全心神的敬拜。第二项，上帝用感谢做祭起头，搁较宝贵的是讲，伫患难的时阵爱求救上主。人无一生拢是顺境，无一生拢是行伫这个安尼平坦的道路，有挑战，有坎坷，有危险，有失败，迄才是人生嘛。也因安尼，上帝应允讲，咱基督徒伫患难中爱求救主，伊就要使到拯救。
所以真侪诶兄弟拢会伫迄个所在，甲主祈祷，甲主求讨吼。讲上帝啊，我伫苦难中求你带领。顶礼拜咱的即个教会诶，即个幸福小组吼就是咱的即个新老病院新老病院所设的即个小组启动幸福有请董崇林牧师来做见证安尼，伊是安尼真够讲就对啦伊讲一个小小的趣味的小故事。伊讲伊两个囡仔还细汉，读国小拜三暗底祈祷会，两个囡仔哇足乖伫遐咧写作业安尼，就真正去做礼拜爸母伫主持礼拜，囡仔家己伫厝安尼。但是咧自会煞有一个执事来甲这牧师讲，牧师，奇怪，我拄仔伫咧门口看到恁囝出去，毋知要去倒咧，我甲问伊讲无啦，无代志安尼。但是伊自会煞入去到牧师馆讲，两个囡仔嘛佫诚乖伫遐咧写字安尼伊就生气，就甲囡仔责备讲，你去倒？伊讲无啦，我咧写字啊。伊讲佫较无，拄则执事讲你出去外口讲其中一个兄哥较人囡仔较故意，也是讲较诚实啦，讲阮就走出去打电动啦，出去打电动。哇！这做老爸气甲都甲这两个举来带来听哩安尼，较早迄年纪拢个举吹咧讲诶，讲尻川安尼。伊就讲到讲即个细汉囝真嘛是讲真活泼甲搞怪。伊就讲阿嬷啊，救我诶安尼伊阿嬷还佫伫咧佫叫阿嬷讲阿嬷来解围一下安尼。这陈牧师哇，喊声来讲，阿嬷来甲你救连阿嬷煞讲安尼。这囡仔哇，这不得了即嘛厝里拢无人甲占安尼。开始讲几下，突然间喊一声讲耶稣救的啊，耶稣救安尼。意思讲耶稣救的安尼。这个牧师讲袂落去你分假是讲爱困难的中间来求耶稣，伊甲叫耶稣我这做牧师的，佫讲的都毋对安尼。伊讲这个笑话，我听几啊摆逐摆听拢足趣味就对。就是讲囡仔我说灵机一动啦找无人通救咱这囡仔搞怪违背父母的要求拢会下，但是咱兄弟姊妹，咱伫患难中会晓看讲主耶稣救的无？患难中，咱伫困境的中间，咱所袂记得有一位主通靠。所以伊讲伊伫患难中要受到拯救，而且佫较宝贵的是，也是讲有时违反咱的即个思维人性的思维，什么意思呢？伊讲你伫患难中，佫爱学老主，哇，那靠赖上帝对上帝安尼伫个所在诉苦伊讲你都爱感谢上帝，学老上帝。所以基督徒有一个足特殊的即个操练啦。顺境学老迄无啥代志啦，无啥问题。咱拄则咱的即个敬拜团传到即条足活泼的诗歌讲咱打自入，伊讲顺境学老，逆境学老，哇，顺境爱学老，逆境也爱学老，等于违背咱家己的感受嘛毋过上帝讲，你即关若拄会过，你若超越会过，你就是应允恩典的开始。这是咱基督徒一个真宝贵的操练。而且上帝的要求是安尼是伊的理由讲，若是献感谢最济，就是尊重上主，顺探伊的命令，一定要拯救。你要感谢主，要学老主，是因为你用这个做祭，是咧尊重咱的主，而且伊的确是咧拯救。感谢主，因为当咱用这款的祭献予主的时阵，是上帝所欢喜，而且伊要逆转啦逆转胜，互你伫苦难中、困境中间领受到奇妙的祝福。
咱阁看见保罗共款伫劝勉咱。保罗劝勉伫提摩太前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的所在讲，伊讲都爱常常喜乐，常常祈祷，伫任何环境拢会感谢。这嘛是甲拄则讲的律诗，也是拄则咱吟的首诗歌讲顺境而乐，逆境而乐。这是一个基督徒迄个基本的操练。当你达到这个咱讲这个坎站啦吼，也是讲咱到这个境界，你就无搁再受世间的劳苦苦难、困难所束缚。意思讲，你保持伫一个感谢主的状态，是一个懊恼的状态，同时咧保持你的身心灵，永远享受到这个祝福。虽然你是艰苦中，可能是病痛中，可能是拄到一个足歹突破的困难，但是请会记，你的心灵是活伫懊恼甲感恩的中间。这是足奇妙的一个境界。咱用讲的可能袂准，当你体验到，你就知影讲是安那。保罗要叫咱都爱常常喜乐，常常祈祷，而且任何环境拢都爱懊恼。因为保罗用一句话甲咱勉励讲，这是一个命令啦。这是上帝为着恁，才会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所定的旨意就是袂改节啦。无过有其他的理由，就是安尼。恁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恁就是安尼做，才是合我的心意。恁才会当领受到我所应允，才会所有一切的恩典甲疼。所以兄弟姊妹，用感恩做祭，感恩做祭，实在是带来一种人性，也是人甲人中间一个真美好的结局，是讲一个美好水的事啦，所以用感恩做祭的意义，因为感恩甲上赞是敬拜上帝上重要的成分。所以你看，咱对敬拜怎么开始学了敬拜感恩，是因为咱要甲遐个不如意的事、遐个艰难的事、遐个甚至病痛痛苦的事，透过感恩甲洗除去。有一个故事，咱可能真侪，特别是咧做学生的人，拢听过一个故事啦，叫做一换千金的故事。迄是伫《史记》古早中国的历史内底这一换千金什么意思呢？就咱知影讲，迄个汉朝要创立的时代足早有一个出名的将军叫做韩信，听过韩信，迄是安尼。足够带战争的拢定战赢的。伊细汉的时阵真丧凶啦爸母拢死去。虽然伊用功读册拼命咧练武毋过赚的钱无够通伊食着对。即个练武的人佫胃口足好所以无够通好食安尼。有时就爱走去人有抓好野人就是讲。免费咧请人去迄款所在摆食就对啦。但是伊佫感觉足无面子无啥爱，伊互相互人笑讲：哎哟，即个好脚好手，佫安尼孔武有力，来这食这摆食，你是不要趁钱晓安尼。所以真实际就对啦。去着讲归去我无爱去食即款摆食我来去溪边来钓鱼啦。钓若有鱼来去换我卖来。做我的食饭安尼毋过钓鱼技术无偌好，无像伊咧拍拳头遐好安尼，所以定定枵巴肚枵安尼。毋过就拄好伫迄个溪边伫迄个滩，迄个河滩的中间有一个老阿嬷，伊专门咧甲人较早的衫裤迄个布拢都爱染料染色，伊就是去溪边甲人迄个染料的布甲漂互迄个整齐互水，所以人甲称呼做漂母啦就是漂白漂母安尼。伊看起即个韩信少年家安尼足实际，天体价遐尼好，佫定巴肚枵伊就将家己带来的饭拢一半分伊食就对，而且逐工伊若有来就分伊食，拢无人占安尼。迄个韩信是当时真可怜啦，真寒酸啦。但是伊家己心内立志讲若假使我有一天有即个发达的时阵，我就是要来报即个漂母的恩安尼。即个故事就是讲后来真正韩信
变做一个大将军，互人来甲伊封做探阴侯吼，探阴侯，就是讲到迄个国家真重要的地位安尼。但是伊一直吼无袂记咧即个票务的温情啦，所以就四界去找，派人去找到即个票务安尼。到最后吼，就是讲用千金来送吼即个安尼一个普通的老阿嬷，这就是叫做一换千金的故事的来历。兄弟姊妹，人伫困境中间，你就是敢若一杯水，吼，是一个小小的温情，若会晓感恩的人，伊就是千倍万倍的享。何况讲咱对上帝领受的温情，毋知偌济，有时是你毋知，伊嘛互你啊。会晓感恩的人发现讲，我今日食的即顿饭，就是上帝无限的恩典。今日我即杯水啉袂落去，然后无去见着，迄嘛是爱感恩的。所以顺着感恩的人，伊心情拢往往存着一种激励，较欢喜啦吼。即个韩信感恩的故事，互咱一个提醒。为着你身躯边真侪人，安尼知也毋知会帮衬，咱爱有感谢的心。更较要紧的是甚物呢？就是伫逆境中吼，咱有哪都爱感恩。拄则咱看见即个保罗先生所互咱的，讲你伫任何的环境中，拢都爱感谢。哇，这就违背咱原来咱人的心境啦吼。拄则咱讲韩信人帮衬你，伊感恩，这嘛是真做一个美谈呢。若卡出即个韩信吼，后来无成功要安怎？有法会当转去甲即个票务感谢，我想迄个故事无人会知啦。但是我想是更较宝贵。兄弟姊妹，逆境中犹原感恩，这是信心甲应允的起头。信心甲应允的起头，因为咱拢毋知影。迄个逆境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祝福，有时顺境蕴含着有可能咱伫咧骄傲甲失败咧。所以就是有看见一个小小的故事，咧讲到算一个寓言故事，但是咧讲起着咱人毋通过头家己认定讲这是好，这是歹安尼。咧讲起着讲。伫北欧的一个礼拜堂，应该是天主教，因为有一个耶稣钉伫十字架顶。咱长老教会，咱新教无咧放耶稣钉十字架上。你若去天主教拢知影，耶稣有时放北体有无吼？手撑开，钉伫十字架顶。这是天主教因真重要的象征啦吼。即间礼拜堂的耶稣像差不多安尼，迄个像，即间礼拜堂真大，所以迄个像甲一般人的寸秋要差不多安尼，真侪人来祈祷，因为而且大家来遮祈祷拢有得到应允的，所以更较侪人爱要来遮祈祷，差不多哇礼拜堂拢人拢客就对啦。而且礼拜堂中间有一个咧顾问的，就是专门咧管理礼拜堂的会堂的人，伊伫看到十字架顶耶稣，逐工应付遐尔侪人吼。感觉我心内就毋甘讲，耶稣，你应付遐侪人逐项拢讨甲听拢安尼感觉讲奇怪，哪有遐侪要求安尼就对啦吼。是讲无我来分担耶稣的艰苦安尼，所以伊讲祈祷的时，甲耶稣讲主啊，归去你落来替我过门，我换去你顶安尼。耶稣真正个应讲好来，我落来替你过门，你。顶去十字架顶，毋过有一个要求，无论你看到甚物、听到甚物，拢袂使讲话。人甲你求啥，你感觉讲偌奇怪，你拢袂使应就对啦。即个先生讲，无简单，我就在顶悬当作困去就好安尼。真正耶稣落来，迄个过门的上去安尼，哇，像耶稣安尼甲手伸开，因为伊的身材甲原来耶稣像拢差不多啦吼。所以来。伫遐祈祷敬拜，人拢毋知影讲换人安尼嘿。即个先生照伊甲耶稣约定点无讲话，听这会友的声，人又原来客。
伊就听见讲，哦，遮个人的祈祷甲要求吼，有合理的，有诶无合理的，千奇百怪就对啦吼。无论如何，伊拢忍落来吼，伊安尼照约束拢无讲话啦。故事来讲有一天有一个好野人，祈祷了后吼，煞身躯比一包钱袂记摕走安尼。伊看到吼，要甲讲你迄包钱袂记摕，毋过袂使讲的咧吼。即个好野人就真正离开去啊。过来吼，一个像韩信的啦，无通食，巴肚枵渴的人才来祈祷祈祷煞看到有一包钱，哇！上帝应允，一包钱伫边仔呢吼。所以伊感觉讲会当互伊渡过难关安尼，足欢喜的。伊讲哇，主耶稣你实在是足好的，有求必应足感谢安尼。但是迄个伫是隔顶迄个假的吼，耶稣看到讲，哎哟，明明都迄是人袂记体的你来讲是耶稣应允你的安尼。想要甲讲，这毋是你的，毋过照约定，伊就那急起来无讲话。过来有一个准备要出海去远洋的一个少年人，来甲主祈祷，讲求主保守伊即摆出海平安。当伊要离开的时阵吼，哇，拄着迄个好野人撞入来啦！伊看到迄个少年人伫伊祈祷的下边伊讲吼安尼好，你钱还我，你钱还我。迄少年人啥拢无讲，我来遮祈祷求平安尔，你哪会讲我甲你摕钱去安尼？伫遐冤家吼，伫遐冤家安尼。哇，冤话煞！明明讲我一包钱都伫遮，你人伫遮祈祷，毋是你摕无啥物人啊？哇！煞伫礼拜堂冤家起来就对。你想安怎？迄个是隔天迄个人挡袂牢。我著看现吼，你哪会变即出的？安尼就讲话安尼就开喙讲了，讲有影我看的，讲甲你讲了吼。迄个好野人真正走出去找迄个送乡人，迄个少年人嘛安尼怎离开？因为惊讲船袂赴安尼就对。迄个叫做看门的耶稣出现，指着十字架顶，就是真的耶稣来甲迄个顶悬迄个假的迄个讲，你落来你即个位你无资格你无资格，因为你破坏规定安尼吼。顾门的人就讲，耶稣我都甲真相拢讲出来我主持公道，敢毋对咧吼？耶稣讲吼，你著捌即毋捌两啦，知即毋知字，知即边毋知迄边，你敢知影？迄个好野人无欠钱啦，迄个人吼，遐个钱拢是去车花宴乐啉酒，车花安尼。毋过对迄个送乡人，确实会当拯救伊安尼即个家庭的即个生活。上可怜的是迄个少年人啦。假使若迄个好野人吼，一直甲哥哥甜，佮掠去吼警察局要甲处罚的时阵伊就毋免出海伊就耽误出海伊就会保全一条性命，因为即届出海吼，迄只船沉落海啦，沉落海。听起来你知影讲这是一个寓言故事，你知影意思？就讲你掠做你咧主持公义，啥，甲代志变舞去，害人诶。你讲你主持公义敢对？所以咱伫咧理解讲，有时咱伫逆境诶中间，真像即个故事内底，到底你是爱学乐感谢，还是要怨叹？有时不一定咧。有时你食代志耽误，外口发生代志，拄你闪过。这是咱祈祷上帝感恩的要紧的意义。若是照你的结果论讲结果论才来感谢主吼。你真侪结果是歹的，你就毋免感谢，敢毋是？是因为你凡事感谢，上帝会将歹事变做好事。就像这个少年人，可能是歹事无出海，但是伊保全一条性命。兄弟话，当咱你理解到这样说，是咱知影讲无逆境，你就袂伫顺境的中间珍惜啦。就亲像咱真侪兄弟。像牧师这年纪还阁算少年的，阁较早期的伫有经过战争的人，你会感觉讲，哎哟，今仔日会当安尼伫这个所在生活，无欠缺
而且吼，咱的即个中央这政府佫分一寡些敬老金互咱吼，已经满意啊，毋通佫嫌啊。因为较早吼无通食，无通食。我拄仔咧讲迄东牧师，伊讲吼，伊到国中吼，国中才开始穿鞋啊咧。啊，牧师细汉时嘛差不多啦。迄是到后来吼，王永庆伫开塑胶公司啊，做塑胶鞋啊吼，啊开始学穿迄塑胶鞋啊。因为吼较早无鞋啊通好穿，啊鞋啊伤贵啊。啊，所以你无经过迄个逆境，你就毋知影讲，哎哟，我伫顺境中爱感谢。啊，这嘛是咱伫担心啦，就是咱今仔日的第2代甲第3代，伊嘛是共款优秀，但是因无经历过迄个艰难吼，伊感觉遮拢理所当然的呢。吼，父母互我是应该的呢。啊，这是咱啥讲，有时拄着逆境，毋是歹事，就是安尼。但是咱若无顺境，你就袂伫逆境中学习坚持啦。我拄着现在的困难，拄着现在的即个阻挡，这是暂时的嘛，我都爱经落去，毋通放弃，因为顺境就要来啊！啊，这是基督徒一个真重要信仰的操练。所以兄弟姊妹，互感恩诚做生命中的态度，并且伫生活中实践出来。所以咱当心存感激，对生活、对未来，就会充满信心甲愿望。啊，这是牧师要爱伫即个感恩节的节期啦吼。本来咱是定今仔日做感恩节，啊后礼拜有一个啊，咱的即个福音主日的第2主日，啊因为咱的讲师的时间的问题，啊煞改做12月，啊所以牧师就即2礼拜中间用感恩做主题，甲咱三甲来勉励学习啦吼。兄弟姊妹，咱伫今年的感恩节。咱做伙来学习，是用感恩做祭。做祭的意思是恭恭敬敬，毋是吼摆场面的吼，毋是摆意思的，是将这个当作祭物来奉献给上帝。啊，这叫做感恩敬拜。啊，所以兄弟姊妹，当咱体验到用感恩来行愿的心，条件上帝，你就要累积吼，就会累积到啊，更较侪丰盛的应允。啊，这是上帝所予咱一个美好的恩典呢。因为保罗讲，你伫任何款境遇拢都爱感谢。啊，咱就用这个当做咱的操练啦。啊，咱的操练。啊，伫韩国，咱知影秋天到吼，咱知影讲迄个韩国较即个纬度较悬的所在呢，拢有迄个蚪啊。吼，咱到秋天到，咱爱食蚪啊吼，啊，真好食，有迄蚪饼吼，啊。迄新鲜的蚪仔嘛，足好食呢。伊咧讲起着讲，即个韩国一个蚪仔园内底吼，哇！伫咧迄个树头啦，拢枝的顶悬拢留有迄个农民吼，收成了后吼，雕工吼留一寡足熟已经会使食的蚪仔，啊来无办落来，因为迄个蚪仔园吼有迄个喜鹊啦，吼喜鹊，啊咱台湾人个是。甲乌鸦拢差不多的感觉吼，喜鹊、乌鸦，就是即款鸟啊吼，啊伫歇伫咧树啊顶安尼。啊人遐个游客就讲奇怪，啊你做实的人吼，啊迄遐尼水，啊佫熟的蚪仔，你哪会无爱办落来？迄农民就讲，我要甲这蚪仔留互这喜鹊来食安尼。哎拢哎哟，无菜米啊！咱喜鹊四过走都有通食，啊，都一定留互伊食咧吼。啊，这农民就回答伊讲：我留互喜鹊饭菜啦。啊，所以呢，伊就吸引这要过冬的喜鹊拢袂走，啊，拢会休伫即个树啊附近安尼。啊，因吼毋是干那食蚪啊尔呢，伊会顺续甲我树仔顶遐个虫哦。拢食去安尼，啊，甚至拢无要走安尼，啊，所以到最后吼，我收成的是比我留互因食的较济啊。你看，这是农民的智慧啦。但是这嘛是一种感恩的循环，敢毋是？吼，我有一寡好的互你，啊，伊报恩较济，就亲像韩信共款安尼。兄弟姊妹，有几个安尼出名的牧者讲的话，啊，诚做咱今仔日一个学习啦吼。有一个约翰麦克阿瑟，吼，这个
这个是麦克阿瑟牧师吼，伊真有研究圣经、写圣经解释。伊讲一句话，诚做咱今仔日真好的学习。伊讲感恩的心是基督徒主要的识别特征之一啦。意思讲吼，哎哟，咱的兄弟吼，定咧埋怨，定咧怨叹，定咧指责别人吼，嘴里毋捌讲过感谢的话，这毋是基督徒。若无咧感恩的人，无啥像基督徒。所以这是我的招牌，我的特征，基督徒的特征。伊讲甲骄傲、自私、忧虑，诚做足明显的对比。所以基督徒毋是无烦恼、无忧闷啊，就是因为你用感恩的心，诚做你的一种标志吼。你会甲遐个肉的拢克走。你的身躯内底像一罐水安尼，垃圾水伤多，迄甜的水就无啊嘛，敢毋是？你若甲甜的水摕较济，遐肉的水、苦的水就无去啊。伊佫讲，感恩会当帮助坚固信徒的信心，会当佫较深信我靠上帝，并且我靠上帝供应，就是伫上界困难的事，因为你有即个坚信，讲上帝的确无放弃我，上帝的确。我用感恩的心伫主吼就要为我负责，这是一个信心，因为未看到啊，你敢安尼做，就是表示你的信心。伊讲，无论大海是偌尔波涛汹涌吼，透过持续向上帝献上学乐甲感谢，会当互信徒的心来振奋起来。这是这个出名的约翰麦克阿瑟牧师伊所讲的。佫一个出名的牧师伫《二次大战》出名的牧师叫做潘霍华，伊佫讲一句较坦白的话，伊讲生命因为感恩来富足啦。你若无感恩哦，世间你就是一个亿万的富翁，你拢是一个送向人，因为你都讲欠这欠那，一直要去争取啊。但是因为你感恩，你会感觉讲，心内充满着对主来的富足。所以兄弟姊妹，咱用感恩的心来经历上帝的应允甲生命的富足。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啦，毋是讲白白来，你都要一点一滴去经历，一点一滴去经历。这是二次大战，因为当时要反对希特勒，互人掠去到掠着，去监狱。当二次大战要结束进前，互人判死刑。真出名的一位即个二次大战的。神学家甲迄个牧师吼，兄弟姊妹，牧师讲这个话是要倒转来讲，咱教会要行至50许年。咱若是一间会晓感恩的教会，咱就会知影讲，有真侪兄弟对47年前就参与创立的。咱的教会是对即个地区的甘蔗园所设立的。咱是对无教有。但是咱的目标是一句话讲，富强的教会，丰盛的生命。这个字是咱进前咱蔡牧师的时代，咱请书法家甲咱写起来，做2块边一块牧师放伫我的办公室内底。兄弟姊妹，富强的教会，丰盛的生命，是咧表示什么？咱要用这当做咱的目标，一直经历上帝的丰盛，因为富强这2字挂伫咱的名内底啊。你软正软弱欠过定定烦恼，定定伫嫌无够，你无成富足啊，无成富强啊。富强就是讲，我无论是顺境逆境，我拢宣告主伫咱的富强教会是丰盛的。你毋知下咱的身份，敢毋是？我望咱的要行至50周年，咱嘛同款。咱的确要经历着丰盛，毋但是咱的教会要丰盛，每一个照上帝话安尼行的人，也同款要经历丰盛。兄弟姊妹，最后牧师要用这段出名的华里克牧师所讲的这段话，诚做咱一个勉励啦吼。咱望咱每一个富强人，拢会当经历什么？伫快乐的时刻，学到上帝。伫艰难的时刻追求上帝，伫安静的时刻敬拜上帝，伫痛苦的时刻来信靠上帝。意思是，伫每一个时刻，咱拢来感谢上帝。兄弟姊妹，期待这诚是咱迎至今年的感恩节一个真重要的指标，甲努力，因为主听咱富强教会。
所以咱后礼拜呢，咱已经伫周报内底报告，咱当年的感恩节，好像就是52日条中间的一礼拜，敢毋是？但是咱感觉讲，即个感恩节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因为拄到年底啊，兄弟姊妹，你有啥物感恩做节来奉献互主的无？你有甲上帝祈祷，有应允你的，这本来就爱感谢。但是你无伫你即个计划范围内，上帝恩典较侪互你，这嘛是一个行愿感谢主的时刻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后礼拜咱意用要伫即2-3天的中间，通过一个特别的奉献的目标，就是为着咱50许年来成就上帝奇妙的应允，来做感恩的奉献。所以咱后礼拜咱会用一个奉献地来分互大家，请你用感动的心做伙来参与意思讲，咱毋是迄日想到啦来奉献，就是你现在就要准备讲，是我来算，我来想，伫即年来，主安怎互我经过即个疫情，经过长隔热，经过侪的艰难，有的生意无好做，但是我永远要感谢。这诚做咱一个信心的起点，互咱伫50周年的时阵，讲主啊是，毋是咱要献果子予上帝啊，是讲上帝啊，你要伫50周年，互咱富强教会，互咱富强人，领受偌济丰盛，咱是对感恩做开始。兄弟姊妹，咱要来吟一首咱熟悉的诗歌，来诚做咱的回应这条诗歌就是咱伫即个周报内底有写，天父恩典真正大，咱做伙齐声用快乐感恩的心来吟这首诗歌。哈利路亚，感谢主。真侪咱今年感恩节期的一个感恩的开始。兄弟姊妹，咱为着几样事，咱来献上感恩甲祈祷。第一，拄则咱所领受圣经的教导，咱甲主讲主啊，互我伫顺境是学乐，我伫逆境搁较大学乐，用学乐来超越一切挑战、困苦、病痛甲苦难，这是主成就的旨意。因讲伊要拯救，咱甲主讲主啊，我有这款的操练，诚做一个基督徒上重要，感恩做基督徒的上顶。第二，咱为着要迎接50周年，咱甲主讲主啊，互我经历你教业的丰盛，互50周年诚做一个宝贵至宝的礼物。你享受伫教会，享受伫我个人。也互阮用感恩做祭，献互主。第三，咱为着咱的教会幸福小组7组，一组拢有5-6周、6-7周的这个报道，会当伫12月17，会当诚做一个丰收的果子，灵魂得救来献互上帝。咱也为着咱病痛中的兄弟祈祷，虽然拄着肉体攻击。伫
特别有的兄弟有癌细胞的攻击，总是咱无理智，去用感恩甲懊恼来伫主的面前来排列，主的确要带咱行过迄条艰苦、赢取恩典。咱为着家己的欠缺甲需要，咱伫静默也是开声，做伙为着这个事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的恩典，甲听咱保守你恩典听堂伫阮正人中间。主啊，互阮伫领受你恩典听堂中间，知影阮伫顺境啊逆境拢要献上感谢。愿上帝，阮伫50周年要到，愿阮对主领受着即个丰盛的应允，真侪一个阮美好的过失来见证上帝你的听，啊你的祝福，互阮用感恩真侪阮的即个标志。愿上帝，阮求你保守，阮伫50迄年要到，求你互阮欢喜为主做工来传扬福音，也互阮即做病痛中的兄弟得到主你的医治。感谢主，特别是阮的幸福小组完成准备要来领取即个丰收，求你帮助侪人通过即个来信主来领受祝福。感谢你，天父主，阮的上帝，阮当心自己伫遮，用诗歌来回应你的听，我用祈祷排列，我的感谢。主，阮要时时感谢，你任何境遇拢要感谢。阮为着阮完成幸福小组的事工，要赢取主你来感动这个无道友受洗灵魂受刮，主你的恩典甲因同在。我若要用感恩做祭，为着病痛中的兄弟来恳求。上帝，你要互因经历着主你的恩典甲医治。主，我也为着教会的赢至50周年，种种事工的推动，由上帝来保守，赏赐阮智慧甲气力，互阮知影，阮是一间经历着恩典的教会，丰盛的教会，富强的教会，丰富的教会。感谢主恩待甲阮三甲之地，感谢你祝福伫每一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着咱做来奉献。做起日，做银奉献的事。会众请坐。
接着咱来看本月的金句，《申命记》第31章第8节，咱做伙来读一遍。耶和华要伫你的面前，伊要甲你伫地，伊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无得惊，也无得论。《申命记》31章第8节，我来报告。咱先开周报的第2页，下礼拜的主理是夏牧师，司礼是王俊仁执事。第3页有咱顶周的聚会出席。咱来看第4页具体交通。本会今日要召开定期的小会，定伫礼拜后伫点半伫2楼会议室召开，请小会员务必来心来参会。第2点，本会定伫下主日11月26要来举行感恩节的奉献主日。下面有2点，迎旨设到50喜年，甲感恩节奉献。那详细的内容，咱拢有真清楚的说明，咱请兄弟姊妹家己来过目。第3点，第6期幸福小组甲荣耀丰收连锁的禁食祈祷，我那有2小点，咱有详细的说明。第4点，咱伫本会定伫12月初3主日礼拜后要举行年度的事工研讨会，要伫12月33主日后礼拜后要伫3楼的副堂来举行。咱请参加的同工甲各单位的会前的有作业，咱请咱伫今仔日来将咱的资料来送予咱的干事。第5，咱本会第2堂的福音主日名人讲座，必定伫12月初10来举行。第1点甲第2点，伊是曾雅慧中医师伊的伊的介绍，甲伊的讲解，咱家己来过目。本会定伫12月17日主日要来举行圣餐甲洗礼式，鼓励要参加洗礼更新的兄弟姊妹、青年甲小儿洗礼，伫11月26前来完成报名，来安排学道班受洗前的课程的研习。咱来看第7点，咱家己50周年的庆典委员会。第8，上礼的消息，本会3期姊妹是运动小组，是咱上年团契的客友，伫11月12日来蒙主运调，安息主怀，享受85岁。对此个的礼拜已经伫顶礼拜3上午10点伫市立殡仪馆来举行，请继续来为了遗嘱来蒙主来安慰，赐了平安甲快乐伫因的心上来代祷。第9，咱下主日是有一个异地祈祷的时间，请咱兄弟姊妹会当把握这个时间来受到上帝的医治甲祝福。咱来看第6页有牧区团契的消息，关怀代祷。咱看第7页有代祷的，咱常常为着咱教会事工、国度的福音，为着咱代祷团有真济的事工在推动上帝，求上帝
来，互这个事工推行真顺遂。总总会的消息，咱请咱家己来看。咱看第8页，是顶礼拜有奉献出入，那咱也有详细来看，若有出入，咱的会计人员来订正。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我来用这图卡来做一个提醒，甲咱报告。头一个是咱12月初10是第2次的福音主日，咱有邀请张雅慧中医师，伊住伫台北啦吼。谁来请到伊呢？顶礼拜我有甲咱报告讲，拄好是咱的这个魏贤牧师伊的动物，台的动物吼。后来伊毋是行学术，伊是做中医，有真成功的事业，总是吼。就像牧师拄则讲到中间，咱人无讲逐项拢顺遂，伊陆续拄着伊本人，佮伊的查某囝有得着足特殊的病症，拢是因为靠主来得着反转甲健康，所以伊要咱中间来做见证，会安怎上帝来改变伊啦吼。咱真重要就是讲，毋是咱会友领受一个真丰富的即个见证，是因为你有旨意讲我要带朋友。慕道友 best 来听，所以还佫有2-3礼拜，请你会记咧吼。咱后礼拜业即张传单，总是呢，较要紧的是牧师会传即个图卡，你伫各群组摕到的时阵，招你的朋友来，讲来听看即个安尼事业真顺遂的庄医师是安怎来信耶稣的吼。即点特别鼓励咱大家，鼓励咱大家开始邀请较侪人来参加吼。第二，这是咱有一个。咱周报即礼拜无报，就准备要伫11月30暗时7点拜4暗吼，拜4暗，伫咱的教会伫遮有要请真有属灵温哥的即个祝瑞莲牧师甲伊的神的帐幕团队，就是要伫咱中间举办即个敬拜赞美聚会，是咱伫即个感恩节中间，佫增加一场等于培灵的聚会，甲敬拜的聚会，欢迎咱兄弟吼，若是家己来招朋友。招你熟悉的兄弟做伙来参加吼，这是真好的一个聚会。咱旧年嘛有捌来过吼。佮另外一个是咱上年办的活动，总是真值得来甲咱介绍啦吼。就是有一个黄义斌老师吼，伊是园艺的专家，伊要伫12月初9吼，就是庄委会医师要来见证的前一日早起吼9点半，要来甲上年来教因安怎做迄个。足古水、足水的盆栽，互咱伫厝里安尼真水的即个摆设就对啦吼。即个黄义斌老师吼，伊是专业的吼。需要咱大家踊跃参加，但是因为需要报名，伊要准备材料，所以请大家踊跃吼，来报名，若有需要。因为上年本来就袂少人，若要参加，就爱知影你几个人来，咱有准备材料，佮准备即个座位就对啦吼。这点请大家来配合安尼。也佫有1-2项来提醒，就是讲，咱即个12月初3的事工研讨会需要各单位吼来，互咱的干事知影讲有几个同工要参加。除了这基本名额以外吼，佫将咱这资料来摕互咱的干事，互伊来编排就对啦吼。佫来是咱拄则有报告着咱。一位安尼真熟的姊妹，叫做桂心山基姐吼，伫顶礼拜来伫厝里过往去吼，大家足毋甘，因为是咱上年团契甲咱的小组吼，文典小组真好的同工，也要伫遮甲咱提醒吼，就是讲咱近天气变化、气压变化足大吼，有身体其实血管足重要，咱大家爱保重咱的身躯啦吼。除了这项以外，有一个口头的报告，就是讲咱另外咱教会这个秀英姐妹吼，伊的爸爸有伫顶日来过往，伊属伫大桥教会啦吼，有定要伫即礼拜拜六吼，早起10点要伫咱即个海埔教会有附设一个麦比拉生命园区吼，来举行即个对书个别礼拜。咱也为着秀英姊妹。伊的家族、伊的亲人吼，
来献上大祷，求主亲自安慰安尼。啊，搁咱后礼拜吼，有讲伫月底吼，咱有一个异地的时间。啊，我鼓励咱兄弟啊，有感动啊，你需要主的保守引带。啊，咱后礼拜大家做伙到台前，做伙领受主的医治啊，甲主的固守吼。啊，搁另外一个补充报告吼。牧师咧报告讲，咱已经50周年，啊要迎450周年，啊大家鼓励大家来关心吼参与。啊，咱的司法班啊，搁有借力幸福小组啊，就是鼓励小组甲芥菜小组吼，因大家就开始振动起来啊，就对了。要恢复吼，几年前咱咧建堂的时阵吼，哇，啊咧义卖吼，迄种骹手，安尼就开始要拍拼，所以因就开始去炒这个腰果吼，啊一包一包讲，安尼开始。哦，咧起跑啊，就对啦吼。啊，伫楼骹因有准备遮个迄个腰果，啊，真好食，都昨昏才炒的哦吼。啊，我想伫市面上吼，比市面上较好食，牧师捌试食过吼。啊，你若有感动讲，袂歹哦，摕这诚做这健康食品啊，啊我买啊，因村的遐啊盈余吼，要奉献教会做咱50周年的路用啦吼。啊，请大家来応援，就对一包200塊義賣哦吼，一包200塊來做義賣安尼啊，用安尼甲咱做補充的報告吼。啊，咱今仔日有迄個中昼的愛餐吼，啊，大家歡迎大家留落來領受，多謝。咱做伙来起立，来吟上的诗，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煞，咱请牧师为咱祝祷。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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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咱来默祷闭会。咱第一堂礼拜到这结束，咱互相来请安。